巨浪一浪接一浪，完全冇停過。多艘遊艇撞向橋墩，停泊喺海邊嘅車輛無一幸免，隨住巨浪捲入內陸。海嘯帶嚟幾層樓高嘅巨浪固然可怕，但係佢嘅速度亦都非常驚人，時速最高達到每小時1000公里，等同飛機嘅速度，連房屋都衝得走。海嘯亦都席捲附近宮城縣。巨浪由缺口湧入仙台市內，只有少數嘅大樓抵受得住巨浪。大水穿越大樓，連電線桿都拉倒。また地震だ。津波が海に向かって引いていく。海嘯實在嚟得太快，當時仍然有巴士行駛，未知佢能否逃過大難。另外喺岩手縣釜石市，居民喺星期五晏晝聽到當局嘅廣